伫咧嘉义城隍庙边仔东市场，对1914年开始使用，内面有真侪大头拢真有历史。嘉义保基文化教育学会配合着地方的商款，带外国老师、家长甲囡仔做伙行入去市场内面，学课本以外生活代志。包啊，嘛有人讲包啊囝。啊，就因为细仔粒啊，包啊囝吼。家长甲囡仔伫城隍庙定听武艺协会的小解，除了有家己城隍庙的历史教师，阁带因入去东市场内底学课本以外的武艺。一个文化要流传落，其实故事是最重要的。而且衍生出来的这个故事，会互囡仔，咱包括咱家己听到了，咱就永远拢会记咧。细汉到即嘛，完全捌来过食，嘛唔知影讲有遮尔济迄个历史，尤其拄啊城隍庙遐故事，真正是精彩。为了要推广家己在地文化历史，嘉义市武艺文化教育协会配合创育单位，举办武艺的文化导览活动。除了开放予学生甲家长报名，学校外国籍的老师嘛拢有兴趣来参加。我们可以去观光看很好吃的菜，他们可以介绍给我们什么意思。像讲咱的城隍爷庙，咱的东市场的100年老店，咱一寡遮做遮的美食的遮的在地店家，其实拢足侪咱的在地精神。遮在地精神一定要互遮的囡仔，咱遮的保存文化的人做伙来，搁甲鼓励，做伙来甲保存。武艺协会表示，市场甲宗教是生活文化内底真重要的元素。透过遮的活动，囡仔甲家长会当做伙认捌在地历史，嘛顺续学习传统社会使用的台湾语言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